又就嚟放假啦，想上深圳羅湖揼個骨放鬆下，點知上網一睇，間間都話自己係天花板，全包天花板，睇到眼都花晒。到底邊間真係得，邊間係貼錢買，難受。今日等我呢個老手一口氣同你橫評羅湖口岸附近網絡最紅嘅3間完全唔同風格嘅按摩店，有極度奢華嘅東南亞一條龍，有項目多到數唔晒嘅巨型水會，亦有百零蚊全包冇小費嘅影院足道，直接第一視覺帶你踩場，邊間最啱你？邊間有大福？即刻 mark 實呢條片。話時話，你哋平時揀骨場最睇重啲乜？環境、手勢定係嘢食？下底留言傾下，順手點個 follow， 費事一陣唔見咗。第一間先睇呢間主打東南亞度假風嘅月上雲端。對於我哋精明嘅香港人嚟講，放假上嚟最緊要係快同方便。呢間嘢就喺羅湖口岸附近，過完關搭個地鐵或者打個的士，好快就到，完全唔使喺街頭曬到成身汗，交通方便到可以俾足滿分。一入到去，個環境裝修到好似去咗泰國、越南度假咁，高級感爆燈。如果你平時過關上深圳，最怕要行好遠嘅話，呢間嘅交通位置絕對合格。想知點樣過嚟最順路？點讚收藏呢條片，下次照住我條路線過嚟就最醒目。入到房呢度最正嘅係可以一次過體驗全套按摩一條龍，主打純正越南按摩技術，最誇張係個技師會幫你做180度凌空大弓步拉筋，幾下手法就將你全身酸痛死結當場放鬆晒，爽到飛起。400幾蚊人仔嘅限時全包券，包埋全身、面部、彩儀同招牌水療。最癲嘅係仲有雪茄炭、唱 K、充值會員，仲有鋼管舞睇，簡直係皇帝級享受。一邊揼骨一邊飲貓屎咖啡，你話爽唔爽？想跟我解鎖更多好嘢，記得點關注。第二間去實測網絡上好大回響嘅巨型水會木木湯泉，一出羅湖口岸，如果你盲框框跟住手機導航行，顯示要行成13分鐘，大熱天時行過去真係幾辛苦。不過醒目啦，人哋其實有免費專車接駁，一落車直達大廈門口，完全唔使你行到成身汗。不過上到去前台，你就要打醒精神，睇清楚張 menu 啦。你哋平時去水會中意坐專車定係自己行過去當做運動？評論區話我知，覺得呢條貼士幫到你嘅，快啲點讚儲存，費事一陣揾唔到專車位置。入到去呢度本質上係一個好傳統嘅大型水會，環境大，選擇多到數唔晒。出面有遊戲區可以打機，影視廳嘅梳化同大屏幕，直情好似私人影院咁。你可以一邊睇戲一邊食水果，hea足幾個鐘都冇人趕。最正係有2間特色汗蒸房，艾葉汗蒸同鹽磚汗蒸，一入去就有淡淡嘅草本香，入面溫熱舒服，逼反身汗出嚟排毒，成個人鬆晒，好啱全家大細或者同班 friend 過嚟超足一日。如果喺影視廳睇戲，你最想睇邊部？留言話我知你嘅心水。第3間帶你踩場向西村嘅老字號九裕影院足道，呢間嘢嘅位置對於精明港人嚟講簡直係冇得談。熟路嘅老友一聽向西村就知幾方便，搭地鐵或者打的過嚟都好順，一落車就見到招牌，入到去冷氣足，大堂乾淨舒服。最緊要係網上成班人話佢平到唔真實，168蚊全包，到底係咪真？到底係真回本神店定係得個名？今日直接同你一嘢拆開。如果叫你喺呢度等2個鐘，你會堅持定係即刻走人？快啲留言話我知。呢間嘢最大嘅特色就係高質感嘅影院足療，入到寬敞乾淨嘅大包廂，超大屏幕正播着精彩賽事，最正係可以一邊做足療一邊睇波，簡直係人生享受。全店師傅都係持證上崗嘅專業中醫理療，手藝經過嚴格挑選，絕不馬虎。168蚊有70分鐘專業揼骨，標價幾多就幾多，零小費，冇推銷，唔使同經理玩心理戰。揼完出嚟最大嘅驚喜係佢自帶獨立廚房，即叫即做。一定要叫碗 XO 醬撈車仔麵，麵條彈牙，醬汁野味到鼻，再加2粒咖喱魚蛋、茶葉蛋，抵玩程度高到飛起。想知邊個套餐最抵？記住 follow 我，下期直接話你知。好啦，老友，3間大場橫評完畢，幫你總結埋精明防伏指南。想體驗極致東南亞拉筋嘆貓屎咖啡一條龍嘅，直接去月上雲端。中意大場水會，想汗蒸打機 hea 足一日嘅，揀木木湯泉，追求極致抵玩。想一邊揼骨睇波一邊食野味車仔麵嘅，冲九裕。但記住要小心，木木湯泉雖然話零小費，但隱形消費多，連換套衫都要額外收費，埋單要睇實張單。而九裕因為太抵，如果唔提前預約，去到隨時要等足2個鐘，千祈唔好盲框框直接衝過去。呢個羅湖揼骨大盤點，你俾幾多分？即刻留言話我知，約埋你嘅骨友點讚收藏。下個 weekend 跟我出發，拜拜。